顶一日连续有2个高中老师行底路，全高中认为这是因为即卖投诉机制，技术老师卡袂到，就互家长甲学生投诉。那今日起校事会议调查，拢是2个月时间起跳，信心真疲劳，呼吁政府应该爱检讨定事。顶礼拜，新竹有一间高中传出老师伫咧学校写落楼不幸过往，悲剧毋但即件。顶日啦，屏东有一间高中也有一位老师，技术工课压力伤大，伫咧处理行底路。拜二全校总开记者会，不满地方官员拢是以个别事件或者是讲案主有情绪困扰来推卸责任，根本就无要解决问题。教育部完全对这些事情，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表示。那我们看地方官员呢？都是急着在澄清这是个别事件来推卸，并没有去了解现在教育现场的3高现象。根据教育部的统计，老师行底路的案件是一档比一档搁较侪。4年前8人到2年前已经来到19人，加2倍。全校总认为这和投诉的机制有关系。根据改评考核办法，学生家长若是感觉老师的做法无妥当，就当甲老师投诉。若是进入校事会议来调查，就是2个月，互老师的心拢真疲劳。讲较大声啦吼，叫学生补写伊的物件，你嘛去用投诉。所以即摆投诉吼，以即摆的法律来看，你啥物代志拢爱用这个制度，啥物代志拢爱调查，老师就免教。全校长认为，教育部应该爱修法全面废除校事会议，检讨规个处理方式，减少老师伫咧工课上的压力，避免老师和学生伫咧教育现场继续受制度伤害。记者陈亚轩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